今仔日我有新的一寡体验，就是讲，亲像讲，我若伫学台语的时，就会想讲，哪会有人就是听这尾音啊，这日声 KPT，拢听会出来。伊可能嘛听会出来讲，即个喙齿爱囥伫倒位，即个位置。有人听声，就听别人讲，伊无去学，伊就知影。毋过嘛有人亲像甲我共款含办，亲像讲，伫台语课仔内底，甲我较有话讲，迄个退休的老师，伊就甲我共款，拢对这口语的物件较无清楚，安尼明明有学，学嘛是讲阮囝拢会叮当，爱定定练习，变成讲，有时阵嘛会想讲，足厌气的，哪会讲共款第练，我着爱比别人搁较久。毋过咧，我着想讲，这就是每一个人专长的所在无共。毋过，毋是讲专长，做有专长的人，就会发挥搁较好，这是无得卡的代志。亲像讲，若我伫口语方面无遐厚，我就会伫文章内底，我就变较有天分。这有可能是一个现象，就你对迄个代志，就做有才调的，就变讲另外一方面，你就会较袂讲就一个补偿。亲像讲看袂着的人，伊就会对声音特别有即种敏感。这就是若讲我口语方面，表达方面，伫口语方面就是讲较袂好势。毋过对文字，这方面就会较敏感。这就亲像讲，看袂着的人对声音的敏感共款，就是这个就无做这个宇宙的这个就不做，伊就是公平，伊袂讲啥物人伊就啥物拢会晓，有的人较优秀，有可能伊拄仔好会晓的物件，是即个社会足时行的，变讲伊就会看起来就较优秀，逐个拢会足欣赏的。有的人就是，佮做代志就做啥物拢失败。毋过，毋是讲伊即个人就比别人搁较落，其实毋是。只是讲这社会很出席，有啥物较重要的，亲像讲我的姊夫，伊就是对工课上会去规划，嘛看甲较实在，拄仔好就是即个社会需要的，伊就豆豆安尼爬较就趁较侪钱，地位嘛较悬。毋过有可能伊伫体学方面、文章方面，伊就较无内行。毋过即个社会就讲袂要紧啦。咱即马即个社会是一个顾趁钱的社会。若讲较实际，袂讲逐工去想讲，较感情较思想的，其实拢会较会互人看着，互人认为是成功的人。这就是其实只是一个运作尔，无代表讲这个人做高趁钱，伊就是
伊的人生就是上成功的一个人。即摆拢有一寡体验，会使知影讲，这是一个保底卡，一定是对，一定是毋对的即种社会，即种宇宙，即种地球的人生。亲像讲，今仔日我看到一句话，即句话讲，赛斯有讲，伊讲地狱虽然讲痛苦，毋过内底地狱的人会使找着答案，因为伊逐工伫咧痛苦，伊就去找一个答案出来。颠倒勇拍长筋骨，颠倒勇。毋过伫咧天堂的人，都毋是安尼啊，伊就无烦无恼，无痛苦，颠倒害。这互人想拢无，应该是拢痛苦是无好的代志，无痛苦毋是上幸福的吗？为安怎幸福变成讲搁较害？赛斯的解说是讲，伫咧天堂的人，就想讲，我即摆就做好啊，我想无我有倒位欠缺的所在，就啥物代志拢无想要做。虽然嘛感觉怪怪，就变讲有伊的灵魂的老师，讲你爱去投胎，去轮回。伫咧天堂的人讲，无啊，我即摆就诚好啊，无需要搁做啥物代志，做啥物改变。甲地狱的人就无共，地狱的人就讲好，我会当脱离地狱，脱离即种痛苦，当然好啊。就亲像讲，有人，伊就是有人伊就会人生看起来足圆满的，伊嘛想无伊有啥物无够好的所在，毋过颠倒伊就找无问题。就亲像讲，我熟悉有一个较有钱的千金小姐，伊嘛讲，伊的厝，有车，拢有爸母甲伊穿好好，伊就毋免讲惊物价，即摆物价会凊悬，其实毋免烦恼，嘛毋免烦恼讲即摆厝价安怎，伊拢变啊，拢有啊。伊嘛无啥物新妇的问题，伊的翁拄啊好是无爸无母安尼，啊无就是甲爸母无缘分，伊无需要对付讲伊安怎讲？伊翁的家庭，伊拢无即种问题，伊嘛无生囝，嘛无想要生，变讲一般人会拄着的诚痛苦的问题，伊拢袂拄着。亲像讲，我伫咧面册有一个朋友，伊足有才华，会使写足侪小说，毋过伊就会定定有一寡无爽快的所在。伊是新妇是暂时，伊就讲定定啥物代志拢伊做，别人嘛想讲应该顾老人嘛是叫伊来顾，伊就定定足袂爽的。伊有一寡冲突，嘛有一寡痛苦。咱若叫咱选，咱当然选讲，这千金小姐无烦无恼，即种人生是咱想要过人生。毋过咧，变做讲，即个千金小姐伊嘛袂讲，对一寡物件拢想足开的，其实无呢。伊嘛毋知影讲，伊为虾米对一寡代志就是做无法度谅解。亲像讲，进前啊，厝内老大人时代，还袂过往去的时，
就有一寡艰苦病痛爱住院，住院到底讲住院爱请人来顾，这钱谁爱付？安怎安排较好？若伫我来看，我会知影讲，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立场，只是立场无共，无啥物讲歹人好人，有时阵你认为的好人，伫一寡人的眼中，一寡人的故事内底是一个大歹人。亲像瑞莎，伊大家拢讲做亲像天使共款，无私地奉献。毋过伊嘛有可能是一寡人想讲即个查甫实在是心机足重，安怎，拢有变做讲，我较会当了解，了解讲有时阵一寡白合，一寡冲突，毋是啥物人的毋对，我就较有法度透开。若讲我伫内底，有受着啥物委屈，我嘛会较知影讲，这无算啥物委屈，别人嘛毋是挑工，要甲你欺负。毋过即个千金小姐咧，伊就较无法度用即种方面来思考，伊有可能会去同情一寡弱势，啥物无饭好食啊，青梅看袂着啊，伊会去同情，这足明显的代志，而且对伊来讲无啥物威胁的人事，伊有法度同情。毋过呢，若讲甲伊共款是亲情，别人的立场，我感觉即个世界就是公平的，就是讲，若即个人拢诚好、诚圆满，无啥物有定定冲突啦，有啥物较袂欢喜的所在，看起来拢无问题，颠倒讲伊无法度找着伊的问题。毋过伊就想讲怪怪，就想讲虽然拢诚好，毋过就毋知影倒位生气，伊找无原因。若亲像讲我的网友，伊甲伊翁的厝内人，有一寡冲突，伊就足明显，伊就知影讲，对，我就是有人甲人之间的问题，伊就会足清楚家己的问题伫倒位，安尼当然就是思考较有一个方向。这就互我一个启示，就是亲像讲，我若讲伫口语方面学台语学较含慢，毋过我就有法度讲找着5种方式去发出这字声。毋过若有人足有天分的，伊就一听伊的喙齿，就知影讲爱囥台，就有法度发出迄种声音。虽然诚好，伊学啥物拢诚紧，毋过咧，你叫伊教别人教，伊就教无落来。伊就想讲，伊的头壳内底就一种方法尔，就安尼啊。伊无法度明白讲别人哪会拢讲袂好势。毋过亲像我就有可能知影讲，着真正的这是无法度，就是会定定袂记，嘛定定毋知影喙齿，就是我甲我的喙齿就足无熟的，甲我的喙形啊，理论拢知影，毋过即个喙就是较无敏感。毋过有一寡较含慢，当然嘛有较好的所在。若有的人伤巧，颠倒会较痛苦；有的人伤幸福，有可能伊找无伊的
盲点。有诶人，厝内拢家己穿好好，伊颠倒会有一寡空虚。这宇宙甲这社会是无共款的。社会有一个现主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大家拢认同的成就，大家拢认同的定义，所以讲，即个社会大家看都会有人，有人较好运，有人较歹运。毋过，咱若甲即个社会袂记住，去想讲，即个宇宙都是足公平的。食草的动物，虽然会捡人捡别种食别的动物，食去，毋过因著是定定拢一群人，一群食草的动物，伫遐拢会较团结，拢有伴。就是若讲无饱好食，伊嘛袂要紧，因有草仔会当食就会当，有食物食就好啊。就是这宇宙是有智慧的，是公平的。即个社会为虾米无公平？因为这社会是人，人去累积，人去运作的。人的智慧有智慧无啥物智慧，有即个真巧，毋过伊无做看做透的即种人生宇宙的智慧，都是差伫伊遮。变讲咱若讲，拢甲咱的重要的想法，拢伫社会安尼凊凊的，看讲有合格无，就会造成痛苦。亲像讲，学文学的学生，奇怪就是去找头路，就较趁无食，薪水拢真可怜。若囡仔是学理工的，就较食芳啊，就较嚣摆啊。因为这社会就是人类去创造的，伊就顾袂着遐济，就顾趁钱尔。咱若讲囡仔想讲我哪会是读文学的啦？摕去社会去比拼，就会足失望的，就会感觉足冤枉的。毋过，若伫宇宙内底去看，会相信讲有一好无两好，相信讲一定有是我着伊无利的一个位置。这拢是为我安排的。都想代志的角度是无共款的。亲像讲，人甲人的关系。今仔日就有即个查甫的业务，伊就足热情、足活泼，就因为今仔有一个找工程师，要送副总啊，要退休啊。工程师拢徛伫遐，拢毋知影要创啥，拢伫遐安尼，安尼戆安尼，想讲紧结束，徛伫遮毋知要讲啥。有张师啊，即种场合。毋过咧，对迄个查某业务来讲，伊就会重视气氛，伊就会讲一寡话，互大家讲哇，有人讲话安尼，会欢喜安尼，足热烈。毋过咧，这业务虽然就是对人有即种热情，毋过伊嘛有可能就是需要讲有伊足找的人。嘛有伊讲足想要高正的人，爱有即种动力，这就是公平。这查某业务就是对我较印象无好，会甲我想做讲这人就莫甲我较倚近的。毋过有一寡工程师，就对任何人拢足公平。
啊，毋过虽然公平，变讲伊无法度讲特别讲热情啊，拢无啊，伊对每一个拢差不多差不多。这就是讲，有诶人伊需要讲，家分作明，黑甲白。这人对我好，这人我无欣赏，爱分甲明。伊较有法度讲，继续有即个热情，继续讲，对每一人拢，毋是每一人，伊认同诶人，对大众对公司内底大多数诶人，拢会使做活泼拢做甲伊诶热情摕出来。摕出来，伊就有一个光明诶，有光诶一面，一定嘛有较黑暗诶一面。这就是宇宙嘛，就是足公平。这黑暗诶一面，有可能就是看着我就足摕，就想讲，哪有即种人？其实啥物人哪有差？有人就无差。有诶人，伊就是有一寡场合就需要即种人，毋过伊有可能就是有别种欠点。这欠点就是伊需要一个黑甲白，安尼互伊去做一个伊需要讲伊无想要差诶人，印象无好诶人，互伊哮喘。伊较有法度讲看着菜鸟啊，就足热情，每一个拢家高正一个。这其实看这无啥，我若用这社会即种立场来看，就想讲伊大细心是毋是有人去讲我诶后壁话尻川后话尻川后话伊是毋是受着啥物影响，有啥物误会？这就是用社会角度，拢无啥物解啦，无法度解，阁想讲愈想愈严。毋过若用宇宙诶智慧来看，着像即款人，足活泼、足热情，对每一人拢诚好。伊就需要有一个黑暗诶面，黑暗诶迄个所在，黑暗诶所在，有可能伊就是看着我就足摕，就造成我诶痛苦。讲我都无压力啊，伊哪会需要差遐济？这叫一个反差。毋过，就是反差是属于讲每一工对大家拢提出热情的一个关键，会有可能安尼，这就是宇宙的智慧。